喺愛與歡樂嘅培道幼稚園，我哋一齊愉快學習，快樂成長。每日嘅校園生活都多姿多彩。每日朝頭早，我哋培道嘅禮貌大使同老師都會以熱情嘅笑容迎接每一位小朋友。我們以科研帶動教改，重視素質教育，結合多元智能、科學探索、資訊科技與創思教學。而我哋嘅小朋友小年紀已經開始用電腦去畫圖畫，呢個就係校本研發嘅 MP-Lab。我哋引入 AI 機械人，透過人機互動，激發小朋友用更主動嘅方式學習。我哋仲會同科學館合作，用日常嘅積木創作編程小火車。邏輯思維就係動手動腦，慢慢建立起嚟。我哋透過同外籍老師互動以及遊戲式教學，透過特定主題，等小朋友喺互動中敢表達，提升語言能力。英文So easy。我哋透過認識象形文字，等小朋友先理解漢字嘅由來，再自然記住字形，由讀字組詞，再到重組句子，越學越有自信。我哋着重培養小朋友嘅探索精神，從而激發佢哋對科學嘅興趣。喺科學實驗入邊，小朋友會觀察，會假設，會探索生活入面嘅小秘密。學數學唔使一定要坐定㗎，我哋會用遊戲式學習，令小朋友加深對形狀嘅認識同理解。仲會透過動手操作，等佢哋運用棍仔，結合自己嘅空間思維，親手拼出各個立體形狀。利用活動式教學，小朋友用色素語量嘅配對，計數唔使數手指嘅，講完題目用心算就知答案，咁先真正提升到數學思維。我哋嘅知識唔止嚟自書本，而係透過實際嘅體驗同探索，學習變得咁生動。嚟到呢度，你唔單止會學到知識，仲會收穫到一班良師益友，變得專校、有禮、關愛、好學。呢個就係我哋嘅品牌活動。品德之聲喺培道，我哋為每個小朋友搭建閃閃發光嘅舞台，讓唔同天賦都可以盡情綻放。我哋用心設計各個多元活動，無論係多元智能體藝匯演，定係親子競技日，都讓小朋友可以大膽勇敢咁展現自己。喺培道，每個小朋友都可以擁有開心學習、快樂成長嘅童年。培道